再來看到新竹縣關西鎮這個戶政事務所真鬧熱，為什麼呢？全台灣第一件石油津貼因接要分一個店面會當5000塊啦，所以即馬消息一出來，真儕人遷戶口來到這個所在，為着迄5000塊，所以戶政事務所再去人查，伊講這2天就超過500-600人啊，這工作人員啊，攏在加班處理啊。有椅仔通坐，椅仔無椅仔就徛咧，大家攏手提文件等叫號碼。我們都沒有。一叫就好，趕緊去櫃台辦手續，因為因已經準備好啊，要將戶口遷去關西。有2個小孩，當初的時候就想說，為了小孩子的教育比較好，就遷出去，給小孩子零用金嘛。我兒子他從楊梅，他想說接回來，因為我人不舒服，所以他回來照顧我。就順便趁這一段時間趕快遷進來。他有身份證嗎？有。好，這邊也要幫我勾。新竹縣關西鎮的戶政事務所今日有真濟鄉親來，原來是新竹縣關西鎮最近通過石油津貼進行經濟普發現金案，決議每一位店面普發5000塊。加收入戶一戶各加2000塊，只要伫5月29前戶口設佇關西鎮的民眾，攏會當領。這是全國頭一個消息，一個放出來，真濟鄉親趕緊去遷戶口。依照統計，25關西鎮遷入237個人，26遷入280個人，2天超過500個。平常正常5點下班，然後這幾天可能加班到晚上大概8點多。來看關西鎮的戶口人數，為去年4月26197個人，降到今年4月25952個人，一日要發現金人數超過26500個人。經過這2天的民眾的配合呢，那目前增加到26500多。那我們的預算部分呢，是預估編到27000人的預算。鎮公所嘛提醒鄉親，29日前遷到關西以後，到發現金的這段期間，袂當擱遷出去，嘛袂當在這個期間內遷出再遷入，若無食無符合規定，就袂當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